你就按查从哦，弄差的地方啊。哎，林经理，哎，好。老娘不卡比了，又要太细细了。怎么的啊？什么呀？你就会插拱窗啦。你都不看路叉用手咩哈？按家拱窗哦，用机器吞。啊夹。经理，什么？牙改东上手，系信号很讲哦。慢个，什么？信来插师傅。信号来，差师傅，什么呀？小头，过来啊！什么？係咪就冇問題哦？我兩二師傅石頭，幾耐做水橋水啲，好。麻煩石頭哥，顧客，你建議安排慳你片哦。太陽早於我些啦，哦。连假骨送轮地，但正经做咧做，你讲来差师傅，冇限嘢啦。真紧啦，什么应该吼来做那个做差师傅好闲的，不过大家系唔系唔记得了，还系唔晓得，三昧当强哦，当有彩条，都剧情后背佢系提点收入哦，哎呦！冇成功聽到，自家去看下。不過咧，那個差工廠改造用機器過後，吼，真緊哦，同作阿慢件吼，當十命，然後當十手吼，伊看大家實忙忙，然後東西變落去過後，有東西一下子做出來啊，量嘛當家，量嘛當多，速度嘛當家了，然後咧教台自家係哪度師傅咧？第一隻經理，經理。經理好，叫做林經理嘛，林經理就係經理啊。好，再來林經理，林經理，林經理，好，記得哦，林那個字聽錯，我再合起來，它是個閉口音。下邊來老師來講了，工廠，工廠，工廠，一邊補充一下詞彙，是係。工廠，然後工廠有乜嘅政策咧？工廠是係工作嘅場所，我去工作的地方，嘛就係講工廠。不過咧，工廠表示講呢啲地方可能有工人、有機器、有設備，佢係一個廠房，叫做工廠。然後工廠略略嘅冇強容大家聽出來記得嚇。下邊，二老三妹小嘅講，這裡就是茶工廠，就係茶工廠，就係茶工廠。好，繼續。當到啲茶工廠做些嘅嘢，都到三妹，我想講，哎呦，這是辛勤的女工嗎？哎呦，女工，下位用白話講咧，是係工，工。哎呦，佢講到了。新來的女工，客戶用白話講咧，新來嘅女工，新來嘅女工，係哦，老多佢係女工哦，結果老伊講唔係，佢係新嘅乜嘅咧？製茶師，客戶按到茶師傅，茶師傅，新來的製茶師。新來嘅茶師傅，新來嘅茶師傅，哎呦，冇想到什麼人家嘛做得做茶師傅哦。下邊，哎呦，時代冇強樣了，機械化過後呢，機械化時代一定要用什麼呢？即係機器，機器，機器，好。三妹就，哎呦，在爸爸，乜解咧？這機器好大，倆機器安泰，倆機器安泰。好，
看睇基本嘅样片咯，教學之後啊，係咪都學會按多按精彩按豐富嘅學語詞彙咯記咧？繼續到生活當中啦，不管你係面對事業、面對家庭，又係面對老人愛溝通討論嘅細節。其實咧，戲劇當中咧，學會各種學會對某種種場合地位，是會用到嘅語言詞彙。最尾咧，強下來複習一下，家下學到嘅客家話了，家下聽到檢起來係冇關係。強下來複習一下，佢學到內道詞彙了。